過來是有關台北市長的選戰，市長蔣萬安為着要宣傳音樂節，是邀請到韓國籍啦啦隊的隊員李德輝做伙來拍影片。那民進黨的參選人沈碧容嘛甲網紅做伙來拍影片。台北市長蔣萬安趕現去聽音樂，後邊向伊行過來的是韓國籍啦啦隊成員李德輝。你怎麼知道？蔣萬安找李德輝當作影片宣傳音樂節，前一天佮拄好是李德輝生日，市長真大心為伊唱生日快樂歌，先講佇咧社群媒體製作話題，不過伊對手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容輸人唔輸陣。佇咧網絡頂播影片，伊個會合作嘉賓，根據了解，因是真有名的 YouTuber 陪審團，因會同齊拼空戰。關於我自己就是呢，我們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合作是正在進行當中，而且有一些也都已經拍攝完成，盡量的讓大家看到不同的風貌的沈伯洋。樂見市長在穩健施政之餘呢，也能用創意拉近跟年輕人的溝通距離。這對整個台北市的政治溝通文化其實是加分的。網絡頂愈有創意，當然就愈有機會讓少年人看到。不過大家上要的是你要捧什麼政策？沈碧容進一步說明，青年政策會規劃城市青年基金，未來18到22歲台北青年身份符合，支付逐個月半1500到專戶，4年過專戶累積72000。若是佮配搭行政院0歲到18歲新中津貼，青年預計大學畢業的時陣，得當累積要50萬，將策人生的頭一桶金。但如何落實才是更重要的。因此，當然比較負責任的做法是把現在的財源把它好好說清楚，而不是提出一個一味加碼的政策。台北市的一年的預算大概有2000多億。目前來講，對台北市政府來說，它是一個絕對可以投資在這個城市的未來上。隨選戰變化，那廖選將無所進出，除了社群媒體成人注目，政策嘛要甲人拼關係。